中国先禁止台湾的白带鱼，就要搁再举行这军事演练。咱的渔民表示讲，无法度出海去掠鱼，就算掠有，也无法度赔予中国，确实是影响到因的收入。中国大陆解放军按台湾附近海域进行海空实弹射击，请船台远离射击区。发现大陆船只，请回报电台。呼吁渔船要注意海面上的状况。基隆渔会渔业电台受中国宣布8月初4到初7伫台湾海域操兵演练的影响，这几日每1点钟会放送一届提醒的信息。请以下13只鱼友要远离中国大陆演习区，要尽速驶离。为着保护渔民的安全，电台会透过广播呼吁渔船离开演习区域。拄则入港的渔民表示，目前外海拢无看到什么状况，不过刷落来，伊嘛唔敢出港啊。大部分找那渔场有鱼的点，他就在那边射，不要出去啊！飞弹夹打不准的话，就遭殃了。佩洛西来台，中国除了武力恐吓，嘛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，禁止台湾出口白带鱼过去。渔民表示，无法度出口，会互白带鱼的价销跌落来。如果像最近这几日刚白带拢食好，安怎济时啊，对无？我们内销啊，包好有收过鱼啊啦，白带收过济时啊，对无？价格就差以前就是咱钓回来，来收手的时候再去大陆外销嘛。那价格很好，无法度出海掠鱼，嘛无法度甲鱼销去中国。这渔船只好靠岸等待，搁出港迄天。记者林书豪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